分析劇本嘅時候咧，揾出故事嘅主線係首要任務嚟嘅，而係分析故事主線係啲咩嘅時候，揾出起承轉合嘅起就相當重要啦。因為之前嘅片入面咧都講過咧，起承轉合嘅起咧就係主角開始佢嘅任務嘅位置。咁首先我哋一齊嚟到睇下以下嘅對白。係，就係呢樣。不如咁啦，親身落凡間體驗一下，由你開始好冇啊？怕你啊！我正有此意。咁你點證明啊？我哋已經揀咗3個人版，呢3個人嘅命運已經注定咗，一個要做九世乞衣，一個做九世臭雞，一個係九世惡人。項龍，如果你能夠改變佢哋嘅命運嘅話，咁就算你贏啦。你講得啲神仙咁衰啊？好，你就用凡人嘅身份落去，唔准用法力，唔准打法力。唔用都啱嘅，項龍就用你嘅誠意去感化佢哋。好，保證唔會令你失望。